醫護諮詢健康成就獎嘅得獎者就係徐仲英教授，我哋俾啲掌聲徐教授好嗎？徐教授喺教授收集呢個生物統計學家、臨床研究專家及醫療科技創業者於一身，數十年嚟將尖端研究轉為惠及大眾嘅醫療工具，對香港同埋國際公共衛生貢獻著著。佢係 ARIA 全自動視網膜圖像分析技術嘅主要研發者。好，嚟望呢度嚇，預備1、2、3。好，保持嚟多張，笑容好靚啊！嚟多張1、2、3，好望兩先。好，冇問題，好嘅，好。唔該晒陸醫生，請陸醫生稍後入報到台下就座。咁徐教授，麻煩你留一留步，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嘅獲獎心得咧？首先多謝大家俾我機會咧去攞呢一個所謂成就獎啦。其實我覺得自己都唔係好多成就。我教咗幾十年書，希望能夠將我嘅科研咧能夠應用到喺俾大家有一個 personalized 嘅 preventive medical 嘅一個方法。咁咧好特別地咧，原來眼底咧係一個靈魂之窗，可以令到我哋做到呢樣嘢。而今時今日咧，亦都好巧合。因為咧，我哋有個 AI 嘅 technology 同埋呢啲 machine learning 嘅 technology 咧，係最近呢10年8年咧，先至做得到我哋今日做嘅嘢。所以咧，我哋好多人咧，如果需要啲乜嘢嘅保健品，需要啲咩嘅藥物，可以幫助到自己嘅身體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渠道，一個窗口。希望你哋第時可以揾到你自己所需要嘅。唔好亂咁食藥，亦都唔好唔食藥，係嘛？食得啱嘅藥，咁你就最好啦。多謝大家。